右手跟左手比起来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呢？今天这个影片我们会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哦。首先，手语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单手跟双手可以大概分成2类手语。第一类是单手的手语，那只要用到单手的手语，其实不管你要用你的右手或是左手，或是我常常在说的惯用手，你的习惯的那一只手，你的主要的用的那一只手，例如说你是右撇子，那你的惯用手通常就是你的右手；如果你是左撇子，你的惯用手就是你的左手。这一类单手手语的笔法呢，不管你要用右手或左手都可以，原则上就照着一个原则，使用你的惯用手就可以了。所以例如说，我们举一些手语的例子来看看哦。第一个，好，像我是右撇子，我就用我的右手来做出这个动作。好，那下一个手语呢，比如说可以，或是再下一个例子，等一下，或是下一个例子，比如说是，对，那因为我都是右撇子，所以我会习惯用我的右手来比这个手语，所以你们在看手语影片的时候，看过去的角度会可能是你的左手边，那你自己要调整过来，改成你的惯用手来比。那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撇子，那建议呢，你就把它调整到你的右手来比，除非你是左撇子，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左手来比，是啊，可以啊，好啊，等一下。好，下一类呢，我们要介绍的是第2类的手语，就是用到双手的手语。这一类的手语，我可以大概把它分成2大类。第一类叫做对称，第二种叫做不对称。所谓的对称呢，就是说它的动作呢，大概就是一致或是说接近的。那不对称呢，就是双手的动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类的对称哦。对称的手语包括说，其实还可以再分说什么，它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那另外一类是动作是交替或是轮流的。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些手语的例子来看哦。第一个，比如说像常常双手食指在耳朵旁边绕圈圈，常常，或是下一个手语叫做生气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开会，对不对？双手大拇指一起动作敲一敲，这叫开会，或是再换一个，这叫吵架比如说像这一类，它的动作是一样的，手的形状也是一样，这时候你的左右手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因为双手基本上手型也一样，动作也一样所以它是动作是对称，手型也完全一致的。但是有一类呢，它是不太一样的它是虽然手型一样，但是动作有稍微的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各位一定大概都有看过的手语，高兴啊，快乐虽然双手的手型是一样，位置一样，可是它的动作是稍微不太一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所以这一类大概也是属于这一种。那这一种手语呢，其实左右手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看你要哪一只手先上，哪一只手先下都可以所以快乐还有另外一个手语有没有这就可以了OK， 这是第一类所谓的对称的手语。那还有一类呢，是叫做不对称的手语。什么叫不对称？双手的动作它其实是不太一致。那我们还可以依照双手的手型去给它分成，手型是一样的，跟手型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就会讲到手语在表达的时候的一些通则双手手语在表达的时候，它有一个大概的通则。第一个通则就是你的惯用手我们就把它叫做主要的手，主手；你的另外一只手叫做副手，次要的手。通常呢，主手会来做主要的动作所以也就是说，通常我们用惯用手来比出你手语里面的动作。那第二个原则呢，通常主手的手型会比较复杂，比较多样。副手的手型呢，通常会比较简单比较就是大概常用到的就是那些手型而已。所以我们一样分成这2大类来举例所以第一类，比如说像是双手的手型是一样的，但是呢动作是不一致的。比如说像这个，这双手都是手的手型这样子动，这时候我是用什么？用我的主手来做动作，这叫做停。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样子，双手都是大拇指，我的副手不动，我的主手动，这叫做呆板。有没有发现我还是用我的主手来做动作？那再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样一样，双手的大拇指动，这叫做处罚所以我的副手一样不动，用我的主手来做动作处罚。我们再看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双手都是握拳，
咚，这叫做加。那再换一个例子哦，双手都是这个手的样子哦，然后咚哦，我的副手不动，我的主手来动，减哦，所以这是第一种哦，不对称手语里面手型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不对称的手语里面，而且是用到双手，但是双手的手型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些手语的例子，你就知道，手语在比划的时候，虽然还有手型啊动作的组合非常多种，可是它的原则大概都是一样，用你的主手来做动作，用你的副手固定在那边不动。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一类的例子有哪些呢？第一个例子，简单，副手、主手，这时候用我的主手来做动作，简单。所以如果你是左撇子，那你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对，用你的右手固定不动，用你的左手来比这个动作，简单。下一个例子是旷直，副手不动，右手动，这叫旷直，一样哦。如果你是左撇子，你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比旷直。下一个例子是一个很常用到的手语，叫做签名或是签到，副手不动，右手动，动，签名，签到。再来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很常用到的手语，完成哦。各位有没有看到刚刚所举的那4个手语例子，它的副手都是这个很简单的手型哦，手的这个手掌的这个形状。那右手呢，它可以有很多种形状，有这样子啊等等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主手的手型会比较复杂，而且通常是用主手来做动作哦，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例子。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呢，都是副手是这个手掌的形状。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组例子，比如说这个叫做 line 有没有？它的副手是食指，右手是一个L 型的形状 line， 或是说它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变化，比如说这样子咚雨伞，或是说这样子公车，有没有？主手的手型它非常的多样，副手大概就是很固定的那几个少数的手型而已。好的，到这里呢，各位应该大概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通则哦。不管你是用单手或是双手的手语，不管你是右撇子或是左撇子，其实掌握一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了。比手语的时候呢，用你的惯用手为主来做出主要的动作。所以你在看手语的影片啊，不管你是看书啊，或是这个网络上的影片等等的时候，你要自己把它调整过来，用你的惯用手来做你主要的动作。所以好，那如果你是左撇子，你就用你的左手来比好。那如果是简单，那如果你是左撇子，请你就自己切换到你的左手来比哦，你可能会比较顺手一点。好，这个以惯用手为主来比出你主要的手语动作，这个原则呢，初学者最好一开始就先把它掌握好。所以不管你在看书、看影片，或是上课去看老师在比手语的时候，尽量把握这个原则。老师大部分会是右撇子，所以他比的时候会用他的右手来比，从你们的角度看过来可能会是你的左手边。这时候如果你是右撇子，请你就自动调整到用你的右手来比跟老师一样的动作。如果呢你是左撇子，那就刚好，然后就是镜像的关系，你刚好就顺着这个方向去比手语哦。所以请各位掌握这个基本的原则来比手语哦。所以不要再问说，老师这个右手跟左手有没有什么差别？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那有问题再提出来，这个大家互相交流，谢谢大家，拜拜。